根据警政署的统计，台湾青少年犯罪率有增加的趋势。今年1月到8月，这青少年嫌疑犯的人数就创历史新高。这寡少年家为什么要犯罪？背后原因是啥呢？为了要让社会来关心到这个议题，京城少年关怀协会举办展览，希望大家做伙来支持这寡脚步打菜少年家，让因重新回来到社会。 人讲先人拍鼓有时错，脚步打叉啥人无？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，今年1月至8月，12岁至18岁涉嫌犯罪的青少年嫌犯人数创下历史新高，有万多人。京城少年关怀协会长期协助这个脚步打叉的少年，协会表示，犯罪背后也看到家庭支持、教育资源和社会包容这个问题。 那我们发现预防胜于治疗，所以说如果我们是能够在社区当中，在还没有发生一些危机的情况，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些少年的话，基本上他就不用走到司法这个阶段。武栋真正是一个人生找无方向的查某囡仔，因为为协会陪伴来这学做技能歌，参加职业培训，尾啊学出兴趣，嘛找到自信。一步一步带你，然后我就觉得比较没有压力，然后工作起来也会比较开心。 为着让社会关心这个议题，京城少年关怀协会当年都会举办展览，让社会大众理解这个青少年为什么犯罪，因犯罪背后的故事是啥，希望透过理解，帮助因回归社会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不管是怎么样的职业培力，帮助他们可以再重返这个社会，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。我想这个是我们能够去支持这个协会。 一起把它变得更好，让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展览合作如果各有选择，初心是希望帮助无选择的青少年，会当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，帮助因行出一条无同款的路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